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学习语言必须先从最基本的听和读开始。大家可以区分3种的用法吗？先来看2个句子。公园里，美丽的花朵静静地盛开，人们说：“看这些花朵开得多漂亮呀！”可爱的孩子们开心地跑来跑去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刚才读的2个句子里出现了好几处的读音，可是汉字却不是一个字。今天我们通过3首儿歌学习3种的、白勺的、土野的、双人的用法。简单的讲，名词前面白勺的，大大的眼睛，好吃的水果；动词前面土野的，认真的学习，大声的朗读；动词后形容词前双人的，说得好，跑得快。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学习一下这3种的字的用法吧。首先，我们通过白勺的字的儿歌学习它的用法。左边白，右边勺，名词跟在后面跑。美丽的花儿绽笑脸，青青的草儿弯下腰。清清的河水向东流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。暖暖的风儿轻轻吹，绿绿的树叶把头摇。小小的鱼儿水中游，红红的太阳当空照。白勺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，使用它的时候，修饰限制的词语加白勺的加名词。那么前面的修饰限制的词语有以下5种，我们先看一下第1种，代词或名词加白勺的加名词，表示邻属关系。我的生日，他的衣服，你们的国家，他们的班级，妈妈的帽子，兔子的耳朵，天空的颜色，树木的种类，我的笔不见了，妈妈的笑容很温暖，天空的颜色太美了，我们是动物的朋友。接下来看一下白勺的字的第2种用法，形容词加白勺的加名词，表示修饰关系。大大的拥抱，蓝色的气球，寒冷的地方，凶猛的狮子，聪明的孩子，认真的态度，晴朗的天气，有趣的故事。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。接下来看一下白勺的字的第3种用法，动词加白勺的加名词。你跳的正是时候。老师教的内容我都学会了。这是我住的地方。接下来看一下白勺的字的第4种用法，动词或形容词加白勺的。他除了好吃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跳舞的，腿真长啊。接下来看一下白勺的字的第5种用法，用在陈述句的末尾，表示肯定的语气。这件事我是知道的。这首诗是他写的。
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白勺的字的多音字。白勺的有以下4种读音：的、的、一、的、的、一、地、的、一、滴。读的时可以组词为是的、好的。读的时可以组词为的确，意思为完全、确实。他的确是这样说的。她的的确确是我的姐姐。读的时可以组词为目的，意思为目标。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好好吃几天中国菜。他这样哭闹的目的是什么？读的时意思为出租车，可以组词为的士、打的、念的、的哥、的姐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你还是打的来吧。飞机场有很多接客的的士。3种的，我们已经学习了白勺的，接下来我们学习土野的和双人的。首先看一下土野的儿歌。左边土，右边野的字站在动词前，认真的做操不马虎，专心的上课不大意，大声的朗读不害羞，从容的走路不着急，痛快的玩耍来放松，用心的思考解难题，勤奋的学习要积极，辛勤的劳动花力气。土野的用在动词的前面，结构方式一般为修饰限制的词语加土野的加动词。高声的喊，愉快的唱，拼命的逃，迅速的包围，沙沙的直响，用力的踢，仔细的看，开心的笑。双人的，左边双人就是的，形容词前要用的。兔子兔子跑得快，乌龟乌龟爬得慢，青青竹子长得快，参天大树长得慢，清晨锻炼起得早，加班加点睡得晚，欢乐时光过得快，考试题目出得难。双人的用在动词的后面，结构形式一般为动词加双人的加补充说明的词语。走得很快，说得太对了，红得发紫，气得双脚直跳，乐得合不拢嘴，大得很，扫得真干净，笑得多甜。3种的都起着连接作用，它们在普通话中都各自有着各自的不同的读音，但当它们表示结构关系或某些附加意义的时候，都读轻声的，没有语音上的区别。但在书面语中有必要写成3个不同的字，这样可以区分它们在书面语用法上的不同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使书面语言精确化。接下来再看看这句话：太阳的脸变得更红了，它轻轻地走向西山的背后，把灿烂的霞光留在遥远的天边。这里脸、背后、霞光、天边等都是名词，所以它们前面用的是白勺的。
走是动词，所以它的前面用的是涂也的。变得更红了，这里变是动词，更红了是形容词，所以它们中间用的是双人的。我们再来读一读三种的顺口溜。白勺的，左边白，右边勺，名词跟在后面跑。美丽的花儿绽笑脸，青青的草儿弯下腰。清清的河水向东流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。暖暖的风儿轻轻吹，绿绿的树叶把头摇。小小的鱼儿水中游，红红的太阳当空照。土也的，左边土，右边也，的字站在动词前，认真的做操不马虎，专心的上课不大意，大声的朗读不害羞，从容的走路不着急。痛快的玩耍来放松，用心的思考解难题。勤奋的学习要积极，辛勤的劳动花力气。双人的，左边双人就是的，形容词前要用的。兔子兔子跑得快，乌龟乌龟爬得慢。青青竹子长得快，参天大树长得慢。清晨锻炼起得早，加班加点睡得晚。欢乐时光过得快，考试题目出得难。现在希望您会正确使用三种的。祝大家都能说好流利的中文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点赞、关注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